国产大鸡腿在油锅中慢慢炸出金黄色，等熟了以后再捞起沥油。不过一会，这些鸡腿马上就会卖光，因为这个便当的价钱实在是太佛心。许多民众一听到价格，马上就表示太便宜了吧。超便宜了啦，超便宜了！现在物价那么高啊，超便宜了啦 ，OK 啦。像这种鸡腿便当大概偌济钱？我100的。你用这个便当偌济？我唔知咧，这65块尔。好少诶。会卖如此便宜，原因是因为老板丁清吉感受到近期物价齐涨，劳工过得很辛苦。与家人伙伴商量后，决定响应政府照顾劳工的政策，推出65元亲民价便当。物价上涨，现在在卖高的产值的便当的话，会造成劳工一个基本上的经济的负担。所以说，我现在在考量价格成本之下，我现在鸡腿便当这样子，就是用我们基本的劳工价来回馈我们的基本劳工。也符合我们政府现在说要照顾基本盘的劳工的朋友们，所以我现在一个便当就是卖65块。虽然便当价格便宜，但这家店的食材也不马虎，蔬菜是市场新鲜直送，肉品也是全部选用国产合格电宰厂商的产品。国产的电宰鸡肉，不是用进口，我们是用国产的电宰鸡肉，符合我们的一些食安的问题。那排骨呢？排骨也是一样。都是用我们的合格的厂商，请他们帮我们送一些合格的一些食材，让我们这样子让我们安心的使用这样。这间位于安南区北安路2段的便当店，虽然小小一间很不起眼，但不管从厨房炒菜、油锅炸物到盛饭添菜，每个环节都是家族成员共同完成，为的就是希望带给每位消费者经济实惠又美味的一餐。集美超级大鸡腿赞！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OK， 好。